才有一个最特殊的吼金色的赛。金赛就对了。这样快转播大波就从来看赛。迄咱一讲讲做迄金色的赛，咱迄日本话是迄意思是讲金运。金运对啦，运字吼，运发音。日语的赛就是运吗？对对。运字。运字。囡仔拢讲，一般就讲开玩笑讲运。啊，运，传你来讲运。不，传你来看金丝的运。好不好？运两个，来看金丝的运。那边，金运。运之赛，运是啊，我甲你讲，他更较大步的。进来，健康运，黄金。你看哦，你看，伊种无甲拢褪色啊，那是金的嘛，这无甲变褪色。敢会做重哈？袂做重的，伊这会当咱就欠钱，做钱。